Hello YouTube 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Danny，歡迎收睇 Dan Man 826頻道啊！今日係2026年嘅3月10號啊，係迪士尼郵輪 Disney Adventure 迪士尼探險號嘅首航日期啊！不過我哋未上船，我哋4月尾先至會坐呢隻郵輪。但係今集影片咧，想同大家預覽下呢一隻郵輪有啲咩特別，有啲咩玩，同埋上船前有啲咩要注意，我哋一齊去睇睇。Let's go！今次坐呢個迪士尼郵輪 Disney Adventure 咧，係迪士尼郵輪公司嘅第8隻郵輪啊，亦都係佢哋船隊裏邊最大隻嘅郵輪，有208000噸嘅排水量啊，可以坐到6700個乘客同埋2500個工作人員啊，咁即係 total 都有9000人嘅。咁亦都係佢哋迪士尼郵輪公司第一次喺亞洲有嘅郵輪航線。咁喺2024年嘅聖誕節咧，我哋都曾經去澳洲 Sydney 咧坐過一隻迪士尼郵輪 Disney Wonder， 當時都係一個5日4夜嘅旅程啊，去咗呢個 Tasmania 嘅 Hobart。迪士尼探險號嘅行程咧，就會係由新加坡出發啊，分別係有3晚同埋4晚嘅行程嘅。而呢個行程咧都只係海上暢遊啊，即係公海遊，船係唔會停泊喺任何其他港口嘅。去玩完之後遊翻去新加坡。咁我哋咧就係訂咗一個5日4夜嘅行程嘅，係4月尾出發。我都非常之期待今次嘅迪士尼探險號嘅旅程嘅。雖然我自己都已經坐過2次迪士尼郵輪啦，分別就係2024年尾喺澳洲啦，同埋20幾年前啊喺美國坐過一次迪士尼郵輪，2次我都覺得好好玩啊，好 enjoy 啊！今次仲有啲特別啊，因為呢個船仲加添咗好多新嘅設施同埋新嘅體驗。如果觀眾朋友都中意收睇旅遊、飲食、生活資訊片嘅話咧，就記得撳埋我 Dan Man 826頻道嘅訂閱同埋鐘仔啦，全部都係用心製作、真人真情分享，多謝你哋每一位嘅支持。呢一隻郵輪咧分為咗7個唔同嘅主題區域啊。第一個區域咧叫 Disney Imagination Garden， 另外就係一個叫 Disney Discovery Reef。呢2個區域有咩特點咧？就係平時大家去郵輪住嘅房咧，通常都會係 inside cabin 啦、內艙啦，或者可以有窗口嘅 ocean view cabin， 或者甚至有露台嘅 veranda balcony cabin， 同埋一啲套房啦。但係呢一隻嘅郵輪特別之處就係佢有一啲嘅露台房咧，就唔係望住海嘅，係望翻去內園區，就係呢2個嘅主題區域啦。我今次預訂嘅房咧就係一個露台房，可以望到內園區呢個 Discovery Reef 啊，係一啲嘅海洋世界嘅設計嘅。咁平時坐嗰啲嘅 balcony 房望到海洋，其實咧茫茫大海咧都未必有咁多嘢睇嘅。但係如果望住內園咧，可以睇到下邊有啲咩特別嘅節目啊，或者啲咩 show 啊，啲咩特別嘢發生咧。咁另外2個主題區域咧就係一啲嘅遊樂區域啦。第一個咧就係叫做 Toy Story Place 啊，佢係用咗 Toy Story 呢個電影嘅主題嚟到設計咗個水上樂園啊，有多唔同嘅滑梯啦，有啲玩水嘅地方。咁雖然 Dan Man 我就唔識游水，但係我都會帶埋泳褲去入去呢個小小嘅水上樂園玩下，同大家分享嘅。第4個嘅主題區域咧係叫做 Marvel Landing 啊，係用咗 Marvel 嚟做主題，係一個小小嘅遊樂場嚟嘅。喺呢個區域裏邊咧有3個唔同嘅機動遊戲啊，亦都有一個就係首次喺郵輪上邊有一個820尺長嘅過山車啊。係叫 Iron Style Test Run 啊！咁你知 Dan Man 又唔係好玩得呢啲咁刺激嘅遊戲噶啦，留翻俾攝影師小幫手派佢上去試下呢個嘅過山車，睇下點樣玩法。咁我相信咧呢啲機動遊戲咧上到船都係要預先預約定嘅，所以大家
去坐迪士尼郵輪之前咧，記得 download 咗佢個應用程式啊，咁你就可以睇到佢船上邊嘅任何時間有啲咩活動啊，有啲咩餐廳開放啊，啲咩要注意嘅地方。第5個主題區域咧就叫 Wayfinder Bay 啊，喺一個室外嘅 area 咧有一個嘅水池嘅，嗰度係會有啲特別嘅表演嘅。根據佢哋官網話咧，佢會有一個新嘅表演咧，叫 Moana Call of the Seas 啊，即係集合咗一啲嘅舞台表演啊、燈光同埋水上嘅表演效果嚟到做成一個 show， 係一個室外嘅 show 嚟嘅。仲有另外2個主題區就係 San Francisco Street 同埋 Town Square 啊，到時上到郵輪再為大家探索下呢2個園區有啲乜嘢特別。迪士尼郵輪嘅現場表演咧都非常之精彩嘅。咁今次呢個新嘅迪士尼探險號郵輪咧都有好多新嘅表演，其中一個叫 Avengers Assemble 就係一個 Marvel 嘅表演嚟嘅，集合咗好多唔同 Marvel 嘅啲英雄人物咧，作出一個歌舞嘅表演嘅。另外一個咧就係首次你會喺呢隻郵輪上邊見到 Duffy 同埋佢嘅朋友仔啊，之前嘅迪士尼郵輪咧佢哋都未坐過㗎。今次係第一次啊，會見到 Duffy。如果你係 Duffy 嘅 fans 咧，咁你真係要考慮下去呢隻船啦。係一個叫 Duffy and the Friends Ship 嘅呢個表演嘅，而且仲有一間特定嘅商店咧係賣 Duffy 嘅產品㗎。咁喺室內嘅 Walt Disney Theatre 咧，亦都有2個唔同嘅新嘅百老匯歌舞嘅表演嘅，呢啲都係集合咗好多迪士尼之前嘅電影啊、一啲卡通人物咧嚟到製作而成嘅。咁除此之外咧，仲有一個好特別嘅表演就係叫做 The Lion King Celebration in the Sky 啊，就係一個嘅煙火表演嚟嘅。希望到時咧天氣好就可以影到啲好靚嘅煙花表演俾大家睇。不過其他嘅歌舞表演咧，我就未必可以拍攝到俾大家睇啦，因為好多呢就版權問題咧係唔可以拍攝嘅。咁坐迪士尼郵輪咧，你會喺船上邊見到好多唔同嘅迪士尼朋友仔啊、Marvel 英雄出現嘅。上次澳洲坐嗰時咧，都見到好多啊，同我哋影相好開心啊！有啲咧你可能會突然間見到佢就可以影相啦，有啲係特定時間咧你要排隊嘅。今次我知道有一個咧仲可以預約時間咧，同一啲迪士尼電影嘅主角公主影相啊！咁女仔一定好中意啦。咁當然你又可以着埋你自己件公主裙去啦。咁我去坐郵輪，其中一個最期待嘅環節就係呢個食嘢啦，即係你知 Dan Man 中意食嘢噶嘛。咁呢個郵輪咧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餐廳啦，有唔同嘅設計啦，唔同嘅特色咧，提供俾客人嘅。咁係一個 rotation 嘅形式嘅，即係話你喺呢3晚或者4晚裏邊咧，係會去3個唔同嘅餐廳，而 serve 你嗰個嘅服務員咧都會跟住你去唔同嘅餐廳嘅。咁其中嘅餐廳咧就會有米奇同埋米妮出嚟咧，同大家 say hi 見面嘅。咁而食飯咧係有2個時段大家可以選擇嘅，分別係 first dining 同埋 second dining 啊。食 first dining 咧就係早食飯嘅，大概係5點半至5點9開始啦。第2輪嘅 second dining 咧，大約係8點半至8點9開始嘅。咁我就建議啦，如果你屋企去有小朋友啦，有啲或者係長者啦，唔想咁夜瞓嘅咧，就最好 book 呢個 first dining 啦，咁就唔會太夜。因為如果你 book second dining 咧，食完晚飯時間都大概10點10點鬆啲嘅，所以都比較夜嘅。我哋今次都係選擇咗食 first dining。咁我咧都喺個應用程式睇過咧，亦都有啲係要俾額外錢去參加啲 activities 嘅，好似有啲成人嘅試酒班啊，亦都有呢個小朋友幫你化妝啊，扮公主啊，亦都有一個係扮英雄人物嘅一個體驗啊，咁樣好多呢啲嘢嘅。同埋今次仲有埋卡拉 OK 房啊，不過都幾貴喎，一個環節1個鐘頭都要成100幾蚊美金嘅。咁唔知有冇呢個中文歌唱嘅？就算我到時未必 book 嚟玩咧，我上去都問下啲詳情，同大家分享，睇下啲咩歌可以唱，係咪全部都係唱迪士尼歌嘅咧？
總括下今次呢隻迪士尼探險號嘅一啲嘅特點啦，咁佢暫時就係全迪士尼郵輪裏邊最大嘅一隻船啊，有208000噸啦，亦都係第一隻喺亞洲行駛嘅迪士尼郵輪啊，同埋佢都係首次有呢個船上嘅過山車玩，同埋首次你會喺郵輪上邊見到 Duffy 同埋嘅朋友仔。咁如果你哋咧都未訂閱我頻道嘅話，記得就撳埋 DanMan 826頻道嘅訂閱同埋鐘仔啊！咁當我呢個迪士尼探險號郵輪片出嘅時候咧，你就會收到通知啊！同埋最好就係 follow 埋我 Facebook、IG 啊！點解咧？因為我去到郵輪嘅時候咧，未必會即時咁快會出到片噶嘛，但係我會即時見到啲特別嘢啊，影啲相啊，少少嘅短片咧，都會喺呢個 IG、Facebook 發放俾大家睇嘅。咁今集影片咧就到此為止啊！多謝觀眾朋友嘅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嘅分享咧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呢邊俾朋友。我哋4月尾喺迪士尼探險號再見啦！